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5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塞车塞甲真严重，国道5号宜兰就北的方向会塞到半暝，明仔有缘有车灯爱量早出门。体育机场昨暝大雾，航班取消，今日加开机抓，今仔日要暗仔开始，有染不落人中南部空气品质歹。今仔日无增加新冠肺炎的病例，过年进前经历风暴的部立桃园病院，上紧这礼拜5恢复营运。过年的年假已经要结束啊，有真侪民众是今仔日就就北准备开工。高公局就预告，今仔日是规个过年期间塞车塞甲上严重的一天，爱比平常时啊加塞3-4倍时间。亲像国道5号宜兰就北的方向，都爱塞甲今仔日的半暝。而且毋但是今仔日尔，明仔载早起9点了后，阁有一波车灯，提醒观众朋友都爱量早出门。前时早起，未少民众出佚佗，也有一寡人是准备要倒来工作。苏花公路从德管制站出现上北的车流，车是行行停停，交通警察赶紧指挥分流，暂时开放2个车道，引导大客车行路径。将近10点的时候，北上的车流大量的涌现，在崇德管制站做了一个分流的一个管制，分流了1个小时。离屏东的邦寮大一甲大17交叉口早起也出现上北车流，5岔路口大塞车，高公局有估测试是过年时交通量上最一天，规天国道车流量会来到138万8万车公里，开车时间会加3-4倍，也是过年时运上大考验。国道5号上北车流有估会塞到半暝，也提醒民众初5较早出来，避免这塞车的路段。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路口，从下午的2点到晚间9点。都有实施限3人以上通行的高承载管制措施。北向的宜兰至坪林路段，则车流较多的一个情形，则会从早上的9点开始发生，大概晚间7点到8点左右才会得到疏解。早起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到台铁台中站视察试运状况，呼吁民众多多利用交通部提供的资讯平台。不过，这是1968 App 出现败机的情形，林佳龙讲已经进行停息调整，也呼吁民众多多利用铁路运输。因为防火墙的一个考量。比较严格，那这个也进行程式的调整。那我们这一次也再进一步来把它增加，或者他遇到的这个塞车我们也欢迎能够反映给我们来作为改进的参考。有民众欢迎苏花街也出现塞车车流，林佳龙讲，过年期间苏花街已经采取新的做法，由公路总局接管后期控制，有大客车则用到沿行路径，舒缓来回东部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对过年暝团圆到初2请假赛，过年逐工拢有无同款的礼俗。今仔日是初4，是接神，有袂少店家是今仔日好日先开工，要真侪人去庙里迎财神。另外，当年的国运签嘛是真侪人注目的代志。台中的大甲镇南宫是抽到小吉，嘉义的新港洪天宫抽出上签，两间宫庙的国运签拢比旧年更加好。摕到6个收费碗，民众对着头前代表5种厄运的石雕给拾去，代表旧年派的厄运来去除，也有人感觉安尼真疏解压力。好畅快、舒服，因为砸完之后小人退散啦，自然就准备要发财啦。伫庙西门口，民众也行过代表好运的金钱门。另外一边，有民众伫排队，等要望金元宝求财气。正月初4这天是传统迎财神的日子，不少人拢伫这一天来到财神庙要求好运。而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参拜爱依照一个动线来行，防疫也袂使来放松。也许是疫情的关系，大家没办法出国旅游，那反倒就是台湾观光业或是庙这边。公庙这边会比较更多人来参拜。另外，各地也依照往例，伫正月初4这天抽国运签。台中大甲镇南宫在主时，也伫董事长颜清飘向妈祖跋杯了后，抽出四季签，包含代表国运的人口签。雨水有啦，是啊，你看这阮阿当修行嘛袂歹啦吼，搁这早当嘛袂歹。镇南宫指出，今年的国运是世代交替一年，比旧年的中签较好。而嘉义新港洪天宫也抽出国运签的上签，庙事方面表示代表国家有贵人。妈祖讲幸亏这个咱的这个疫情会大消除啊吼。洪天宫指出，除了国运比旧年好，疫情在4月了后也慢慢落来，那大家平安，经济也渐渐来复苏。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民众把握好天气出外行春。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日去英国视察防疫工作，
伊嘛提醒民众加利用显示人丁坐少系统，若是游客已经上过济啊，就换别位游览。亲像淡水港高分啊老街，下晡拢显示人济，无建议民众搁去的信号。桃园的渔港甲大溪老街嘛拢捌到黄灯的警示。量体温、双手拢爱消毒。这个测试天气真好，真侪新北民众做行孙来到英国都会博物馆参观，官方推出防疫做法，亲像触控式棍布拢用塑胶膜砍掉咧。2点钟消毒一摆，馆内人数限制减做2000人。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来视察。这里还摆个酒精。对，然后旁边也有酒精。测试各地出来佚佗的人真多，新北林条以标榜下晡有10外个景点，进行第一阶段停车场一出一入管制。淡水老街商区、高云仔老街加中湖航路地是进入第2阶段的管制，无建议民众去。而桃园的德惠渔港、永安渔港加大溪老街是到黄灯，提醒民众暂时莫去。就整个现场的人潮以及录影监视系统所显现出来，再加上手机数量的定位以及我们停车场的车辆人数，随时做好精准判断，随时启动我们3阶段的管控。内门游乐园在过年连假期间，游客也是一直来。新竹有名乐园15开门进前排队买票人就排真长，未少民众拢是规家出来佚佗。大年初4，园区开始涌入人潮，到目前为止入园人数约4500人左右，预估今天会突破6000人。二庙的南庄老街也有真侪游客，警方也伫大路设路障，计出人行所在。小食店内底，逐道拢坐满满，也有真侪人徛咧等位。这几天生意好不好？很好。二老街巷仔路两边的店头把握机会，伫做生理，直接提出试食物件，警告民众行较热起来，规气甲水淹摕来。假期出佚佗虽然轻松，不过防疫也是袂使放松。记者综合报道。来报好消息，今仔日咱国内是无增加新冠肺炎的病例，已经是小连续第3天零确诊。也是过年前经历风波的步入桃园病院，上近这礼拜5就会当恢复营运。另外，传出有台湾人带病入境越南，但市长是表示，这个个案伫咧台湾是一个人带，而且已经2礼拜无做工课啊，就算讲是伫台湾挖到的，为何别人的几率嘛无解决。这个测试连续3天零确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市长宣布好消息，也包含经过互相烧话事件的步入桃园病院，随着过年新年假期的结束，上近可望在19恢复正常的营运。初步是预定2月19，应该是会照这个时间啊。那不过我们最后还是要我们 CDC 跟专家一起大家再检视过，那才会就开始营运。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才对。桃园病院的清零计划即要完成，对1月12日发生以来，总计隔离4346人，即阵敢若剩6个人也伫隔离。第一阶段血清抗体采检，15有1人要进行第2摆采检，第2阶段有1人有加16进行头1摆采检，17讨论复原的计划。18有专家实际来到桃园病院，回看这整个的事件。但市长认为，在列出相关人员的速度，也有分层分流的作业，拢有检讨的所在。而台湾籍女子入境越南确诊个案，但市长表示，对检验过程研判，就算个案伫台湾挖到，传染别人的可能性相对偏低。亲密的接触者，PCR 跟血清都是阴性。所以变成在台湾相对判断起来可能性是比较低，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排除，是不是有在台湾任何一个微小的可能，有相关的一些的传染源了哈。那不过可能性很低，因为他的2个礼拜基本上都是独居。另外，陈市长也讲到，个案在飞机顶面专程挂喙暗，无啉水食物件，不过伫越南的机场，把个喙暗摕落来食物件，因为越南的确诊案例少。指挥中心推测，这时阵互挖到的几率较少，不过因检疫旅馆管理无亲像台湾遮严格，也有可能甲互挖到人带斗阵。但是中讲真侪可能性拢无用被排除。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回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伫咧中国武汉的疫情源头调查已经结束啊。专家表示，有线索显示讲，2019年12月武汉就已经有13种病毒株，毋是干那造成华南海产市场烧坏迄款尔。世卫团队希望会当搁再去调查。另外，中国河北的赵家庄病情7天了后，搁再出现一个本土病例。
世卫专家小组初稿继续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源头调查。调查团团长班恩巴瑞15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有现象显示，伫2019年12月时阵，武汉市的疫情比原先想的更加快。2019年时已经发展出13种病毒株。We have a much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happened in December 2019. We have been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there was substantial circulation of the virus in Wuhan in December 19. We still are far away from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and identifying animal species and all the pathways from which the virus could have entered the human. 中国科学家提供予世卫团队发生伫2019年12月174个确诊病例资料。班恩巴瑞认为，实际确诊案例恐惊更加悬，感染超过1000人。另外，病毒的起源甲安怎转移到人类身上，还未找到答案。班恩巴瑞表示，世卫团队希望会当阁登记武汉继续调查。中国疫情7天，连本土也破功，官方宣布14新增9例确诊，其中1个本土倒伫河北石家庄。石家庄新增的1例确诊病例为藁城区曾村镇小果庄村人，期间核酸检测均为阴性。香港疫情方面，新增9例确诊，其中本土病例4例，也创下香港第4波疫情以来单日新低，也传出社区疫苗注射中心3月开始运作。记者综合报道。反对缅甸军事政变的抗议哪团哪热，军方的态度嘛大真硬，切断网络，搁出现铁甲车想要压制示威。军方发声明表示，煽动受分起诉的人会判2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搁延长昂山素季的羁押期限。缅甸第一大城仰光市中心的洋行门口15出现战车，甲抗争民众同时占据大路的金州场面。示威者举悬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标语，反对军方政变夺权，要求释放民选领袖翁山书记。我们啊，叫做ကျွန်တော်တို့နိုင်ငံကြီးရဲ့ငွေကြေးလက်ပတ်မှုရန်တရားကြီးမှာအသက်သွေးကြောဖြစ်နေတဲ့အတွက်အဲ့ဒီဗဟိုဘဏ်ရန်တရားကြီးရပ်တန့်သွားမှာဆိုလို့ကိုသူတို့တွေသည်。迄天，反正1点起也出现政变以来全国第3摆网络大断线。15早起，网络恢复正常，军方以一场强硬声明，警告无论是用言语、文字还是标语，任何会当看到形式煽动仇恨，引起对政府甲军警人员的不满者，将面临20年以下还是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处罚。缅甸军方彻一夺权政变以来，拄到人民真大的反弹，最近开始加强压制力。这是伫北部大城密支那市向示威民众开枪驱杀，逮捕至少5名记者。目前无法度确定用的是手令枪支还是实弹。无偌久，军用车辆就开始进驻大城市。虽然伫国际压力之下，无武力镇压，威胁的意思非常明显。过去2礼拜以来，已经有400名抗议者被抓。13军方也宣布，免搜索令都会当拘留民众，并且搜索大个所在，更加加轻人民半暝也被消息惊吓。15透早，长梦的8点钟，敢是有政治部的大抓捕目前也唔知影。美国、英国甲欧盟各国驻缅甸大使14暗发表联合声明。敦促缅甸安全部队唔通伤害平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呼吁军方批准联合国调查，前往当地评估局势。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今仔日早起11点外，国道1号传出火烧车意外，一台家人客运驶向金山的公车，伫咧八堵的路段车尾着火烧，车顶挂司机46个人，紧急报称。基隆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出动8台车去救火，20分钟就甲火拍花，随甲公车拖走。不过过程当中，这个路段敢若一线会通通车，造成塞车塞7公里。好佳在乘客甲司机拢无受伤，起火原因要你调查。澎湖机场3暝大雾大甲真高，有13个航班来取消，9000名旅客调离咧机场，今仔日赶紧加开机闸来锁温。气象局就提醒，今仔日要暗暝开始，东北风甲雨尖物带来台湾，中南部尤其是高雄甲屏东，空气品质会真歹，提醒观众朋友着较莫出门行大。春节假期特别结束，航空柜台涌伫大量人潮，因为这时澎湖机场受到龙雾影响，能见度不到200公尺，13个航班被迫取消，9000名旅客无法度顺利登机。澎湖县政府甲民航局紧急调派加班机，15加开16个航班，协助滞留旅客疏运，也互未少准备上班的民众较放心。很紧张啊，因为今天要开工啊。从那个7点一直等，等到7
9点多吧，有吓一跳，就是这边起大雾，想说很少见这样。经过一暗，拢无退散。正月初4的放假期间，目前正常。除了登去工作单位的民众，也有不少人要出发前往离岛旅游。也毋过气象局提醒，也是有可能有浓雾出现。往来离岛本岛两地民众要特别注意。中南部天顶蒙蒙蒙，是因为空气品质不好。这2天风力比较弱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在西半部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可能会有局部雾或是低云，会影响到能见度。东北风的一个环境之下，所以在中南部地区的一个风速上来讲，其实是并没有到太强的一个情形所以整个在中南部因为是属于是背风面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在空气品质方面可能还是有比较不良的一个情况。15尾仔起，东北风增强，早着境外有点雾落南，因为西北部的扩散条件差，中南部地区的境内有点雾浓度升悬，空气继续变差。环保署表示，中部分嘉南甲金门地区的空气品质是感色提醒，高屏地区是红色警示，提醒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天气方面，16下半伫北部东北部转为有雾，17冷空气报道，民众出节后第一个上班日就会明显感受到降温。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台湾货量的库存剩无到1礼拜，是稳定的警示。亲像新竹 AB 型的货，就敢若剩3.8天。其中货的库存量上界低就是台中。台中的关货中心就表示，除了过年期间民众拢出去佚佗较济，疫情嘛影响民众关货意愿。虽然也是年节假期，关货中心也是来不少民众比起抢位关货。那一次大概都捐多少？500。哇，那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对身体很负担呢？不会啊，这样你身体健康才能来捐。这位大兄已经关10多年，正月初4特别早来关会，就是听到会库有警报的消息。这位护理人员想要关，却无法度关，临时要求找保朋友就诊。之前就一直都想捐，然后可是体重就是都被告知不够，这样，所以就一直不能捐。可能需要捐一袋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样子。春节会库有警报，根据血液基金会统计，到11除了新竹的 B 型甲 O 型，全台会库安全存量只存4至7日，其中新竹的 AB 型库存量只存4日以下。根据台中关会中心的资料，台中安全存量只存5.1日，其中 A 型上欠。医院里面还是有固定要输血的民众，譬如说一些洗肾患者，或者是说化疗等等的患者，那还是有血液的需求。从大年初4以后，我们的各个捐血点、捐血车都已经恢复正常作业。台中关会中心表示，重庆中江道县4县市的血液调度，一天平均都有1800袋血液，才会当应付需求。除了拄到学校休寒，年节假期民众外出行村，拢造成血源相对较欠。有计假期结束了后，欠血才会当登户。记者综合报道。休过年出去游览安全都要排第一。屏东昨一天就发生2站旅游的意外，北大武山一个游客被阿嬷摔着伤，唔知影人。警消是到暗时10点外才找着人。有一个游客是去爬阿龙一古道的时阵跋倒，正抢脱轮。救援人员将受伤的人固定伫担架，护伫身躯慢慢将伊吊起来。10时尾仔嘛，有民众通报伫屏东北大武山一名60岁男性游客无细力摔着伤，无法度行。警消协部出动大批人力搜救，一直到半暝啊，总算找着人。于当晚22时08分接触患者，患者极度躁动，意识模糊，耳鼻出血，四肢无明显的外伤。救援人员立即以 SKD 软式担架将该名患者固定，通力合作将该名患者送往旧登山口。空勤总队的直升机过刚一透早将受伤的人送往高雄小港病院。也不过，春节出去佚佗意外，唔来一名10时中到。阿人伊古道也发生查某游客摔着伤，地势正边的树后桥脱轮的事故。海巡人员接报到场了后，细腻地将伊放上担架，赶离现场就医。检视其伤患情形，确认意识清楚，右手患部已由导游实施简易固定。因伤者有体力不支状况，本队随即以长背板将其抬出阿朗伊古道旭海端，交牡丹消防分队送医治疗。申诉提醒，阿朗伊古道沿途拢是石头海岸，高乱石路并不好行，来健行的民众要注意脚底，慢慢来行。
春节期间，未少民众会到山区还是郊外佚佗，上好爱加注意路况，避免一个人出去，以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时啊，毋但咱人欢喜穿新衫，嘉义县鹿草乡国校的学生嘛，甲因乡邻的大庙装塔甲水当当。为着感谢城隍庙对因的照顾，囡仔做伙为600多粒的果丁吊伫咧顶林，加添过年的气氛。囡仔专心画果丁，嘉义县鹿草乡7间国小甲附近2间学校的学生做伙画了600多粒的果丁，要来替乡内大庙加添过年的气氛。看我觉得这样子很壮观，因为底下还有一些景观布置，然后上面又有各式各样的灯笼。阮内底啊，彩绘啊拢做好啊，外口这个办这灯笼安尼吼，大家较迄，大家安尼来看到，大家规拢无相共，大家学了甲。嘉义县鹿草中寮的安溪城隍爷是鹿草乡民的信仰中心，过年时阵嘛有真侪信众会倒来遮拜拜。这站学校甲庙方合作，互囡仔家己画果丁，会较搁写因明年的愿望。我画了愤怒鸟。还有呢？这上面有写什么吗？我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希望地球可以永续。为什么？因为地球暖化恶化，所以希望地球可以一直待下去。过年的时间呢，会使展现呢伊的作品，互大家呢来参观，伊的家人呢，嘛会使呢来遮呢有一个愉快的回忆。学校表示，城隍庙除了是乡民的信仰中心，对因遮的偏乡学校嘛真照顾，所以才想要伫过年的时阵为庙加添一寡无共的气氛，嘛互囡仔会当参与地方文化的机会。很漂亮啊，而且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带小朋友来这里做赏灯的那个活动，这样子。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灯笼，然后大家都画得很棒。9间学校600个囡仔来画彩绘灯笼。后尾大家来参观，然后搁做一寡景观布置，有年节的气氛。发起这项计划的家长表示，过去庙方无办过这款活动，头一摆就受到乡内所有学校的支持。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点灯，但是会赶伫咧过年进前完工，嘛会等到3月初，希望乡民甲信众来拜拜，会当看到囡仔的心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14度到23度，中部地区是15度到26度，南部地区是17度到27度。东部地区16度到23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12度到21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